那就是呢，昨天呢是圣诞节嘛，那我们知道说圣诞节呢是所谓耶稣的诞生。那虽然说呢，我们并不是随学于就是基督教的这些学派，并不是跟着耶稣的这个教义呢所随学，但是呢，我们对于说像是这些不同的宗教呢，那我们同样呢也是要恭敬还有尊重他们。那同样呢，对于说他们的这些善行呢，我们也是要好好的去做学习。因为我们知道说，像是在佛陀诞生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去意念佛陀的功德啊等等，然后也会去恭敬、尊重、学习等等这些。那同样呢，在不同宗教的这些呃创立者呢，或者说这些导师呢，在他们的诞生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做这些功德的。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知道说，在佛法的最主要的见解呢，就是缘起见。那最主要的行为呢，就是无害行，就是最主要的践行二者。那虽然说呢，就是以基督教来说呢，他们或许并没有所谓的这个缘起见，因为缘起见可能是佛教不共的之外呢，那对于说像是无害行呢，他们也是推崇无害行。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对基督教呢，或者说对他们的导师呢，就是升起恭敬还有尊重的这个原因之一。那还有一个理由呢，就是刚刚所讲到的，我们就是为了希求离苦得乐，为了升起菩提心。那升起菩提心的目的，最重要就是希望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无论是希望自己或是他人的身上呢，我们也希望说这些友情呢，基督教友情也能够离苦得乐。那除此之外呢，以亲国角度来说的话呢，亲生的母亲呢，就是在今世的时候，她舍弃了一切的生财受用呢，然后就是唯有利益着我们。那这些基督教的这些友情呢，他们在过去是当我母亲的时候呢，同样呢也是放弃他们的生财受用呢，在利益帮助的我们。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呢，我们还是可以对他们升起这种恭敬以及尊重的心。那人们界说呢，以他个人的经验来说呢，就是这些基督教徒呢，同样呢也帮助就是南印度像是三大士，或者说对于藏人村呢有很大的这种帮助。那以人们界来说呢，他说他小时候像是在1980年代、1990年代左右呢，那因为那时候藏人的村庄或者说三大士本身的生活就比较艰困，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能够帮助藏人村庄的这些小朋友的呢，那大部分呢都是这些基督教徒，就是外来的这些基督教呢，然后给予这些援助，那乃至于说在藏人的这些学校里面呢，像是关于饮食还有教育的经费呢，大部分呢都是透由这些基督教徒呢，都是由他们帮助，然后才能够把这些藏人的小孩子呢，就是抚养起来。那尤其是呢，人们其实有听说，就是他们在帮助，就是呃，印度这些就是藏人村的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呢，那他们的做法就是像，因为有一些自己的经济也并不是特别的富裕，那他们可能是说，哦，那我就是3餐里面呢，我就少一餐，我可能就晚餐不吃，那把我晚餐的这个费用呢，然后就是捐给这些印度藏区的小孩，或者说呢，我平常一天可能是喝3杯咖啡，那我就变成一天喝2杯的咖啡，那多的这个钱呢，就是捐给这些藏人村的小孩子，所以这样听起来呢，他们也真的都是非常的发心。那特别是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讲到的这些，就是我们现前可以见的呢，大概就是见到这些基督教的这些教友呢，他们可能就是帮助，就是像是藏人村的这些小沙弥啊，或者说藏人区的这些小学生，那乃至于说像是非洲一些比较贫穷的地区，或者说一些战区呢，那他们都会去这些地方呢，就是利益这些比较贫困或者说弱势的这些团体。那这一些只是我们了解的一小部分而已，还有很多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信件无法了知，或是现前看不到的。那他们也是在这些困苦的地方呢，就是帮助这些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对于他们这些善行还有这些功德呢，我们本身呢就要去随喜，而且随喜呢本身就是佛法里面的一个心要。那人们就说呢，他这边有一个就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这个经验，就是呃
在小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像三大寺就比较贫穷嘛，那都会像小沙弥他们呢，都会有一些就是国外的这些功德主。那国外的这些功德主呢，他们汇钱给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就是生活比较艰困，所以对于金额的部分呢，就是全部都是转到寺庙里面去，那就是钱就是转到寺庙，然后成为就是供养大众的这个食物。就是如果供钱的话，那因为小朋友拿钱也不知道干嘛嘛，所以钱就是统一都是交由寺庙，然后变为只是伙食费。那至于说是礼物的话呢，那就会交给小朋友。那人们就说他那时候年纪很小的时候呢，就是收到了2大箱。那一收到2大箱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开心，因为年纪小的时候就觉得说里面应该就是有很多的玩具啊什么的，所以就非常的欢喜，然后就把那2个大箱子打开。因为那个是礼物的话呢，寺庙就会给小朋友，因为礼物小小的，他也不可能说分给这么多的出家众去分，所以礼物呢，就是如果施主是送礼物的话呢，礼物就会直接转给小朋友。那人们现在就想说，这2大箱应该是有很多的玩具可以玩，因为那时候年纪还小嘛，也不会想太多，就是想要玩。就一打开以后呢，就发现里面呢全部都是空的这样。然后呢，就只有那个可以看得出来说，它里面是有包东西，因为那个箱子里面呢，就是放了好几条，就是我们用来那个打包的那个毛巾，像是旧旅馆用的那种旧的这个毛巾呢，把什么东西包起来。但是里面的东西呢，可能在过海关的时候呢，不知道是被印度人怎么了，反正来的时候呢，一打开了以后，里面就剩下毛巾以外呢，其他都是空的。那打开之后呢，就只能看着那个空箱子在那边傻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所以呢，就是很多就是人们其实他们那个年代的这一些就是小沙弥或者说藏人呢，长大以后呢，他们后来都会特别就是介绍这些帮助他们的这个基督教徒。因为呢，他们在藏人区最贫穷，还有三大寺最贫穷的时候呢，他们是真的给予了非常多的这个帮助。那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呢，比如说当我们就是生病重的时候，需要去开刀的时候呢，那我们一定是希望说这个开刀的这个医生呢，他能够救我们的性命，然后让我们把我们从这个病危当中呢拯救出来。那对于这个开刀的医生呢，他帮我们开完刀之后救了我们的性命，我们只会为他就是对他升起这种感恩的心，谢谢他救命的这个恩德。你并不会去觉得说，哦，这个医生呢，帮我开刀这个医生呢，他一定要是基督，他一定要是佛教徒。他如果是基督教徒，或是回教徒，或是印度教徒的话呢，我就不给他开刀，一定不会这个样子。他把我们治好之后呢，我们只会升起这种深深的这种感恩，谢谢他的救命的之恩之外呢，你并不会去问他说，哦，他是属于什么宗教，或者他是什么宗，他是跟你不同宗教的时候呢，你就不让他开刀，并不会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我们要就是尊重所有一切的这个宗教。那尊重呢，并不是说哦，就是要对他们皈依啊，然后觉得说唯有他们才能够救护，并不是这样子。最主要呢，就是对于其他各个不同的宗教呢，我们都要去恭敬、尊重，然后呢，和睦的和这些和平的和这些宗教呢相处。因为呢，我们知道说佛法的心要呢，并不是说去观其他宗教或者说观他人的这个过失，而是呢去观其他人的这些功德。所以对于宗教呢，也是同理。那人们界说呢，他现在呢就是人在欧洲嘛，那以人们界他自己现在在欧洲的经验呢，就是在欧洲就是各个国家移动的时候呢，那最常呢就是坐火车。那在坐火车的时候呢，就会看大家就是都会刷卡嘛，就是我们每次要上车都会过卡。那以人们界观察的是，就是欧洲人呢，他自然而然要去过卡的时候呢，他就会过卡，并不会说哦，今天呢好像没有这个所谓的验票员，或是没有警察在旁边的时候呢，他不刷卡他就直接通过这样。那乃至于说有时候可能忘记带卡片出门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就是立刻的补票。所以从这边看得出来呢，他们就是他们的这个本性呢，就是很好的这种本性，或者说他们有很好的这种习性，并不会说哦，好像没有人监督呢，然后就故意呢不去刷卡，这种行为呢都没有看到。
那除此之外呢，像去商店或是餐厅，那有时候人很多的时候呢，那像在欧洲呢，他们也就是很守秩序的在排队，并不会说有插队的这种状况发生。那即使说排队的人很多呢，要排1个小时，那他们也不会插队，或者说天气特别冷呢，他们不会想说哦，赶快挤到这个商店或是餐厅里面呢，比较不会冷。就是大家呢在排队的时候呢，都是很安分的呢，就是在排队，不会有插队的这种行为。所以从这一边看出来呢，这个也都是他们的这些善行。那除此之外呢，那人们现在说他观察到就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些更小的一些行为呢，就像说人们就说他在当地呢，大部分都是人家开车接送嘛，所以人们现在车上呢就发现说他们是欧洲人呢都很守秩序，那特别是说呢，他们对于行人呢会特别的礼让，就是说无论是开多好的车子，或者说你这个车子多昂贵，只要呢到这个地方就是有行人的话呢，一定是让行人呢先通行。所以这一些都看得出他们的这些公民的这些素质。那乃至于说，像是在超车的时候，他们只要一超车呢，他们就会举手呢，就是跟对方致意致谢。那这些呢，都是他们我们现在车上，就是平常在车上呢观察到的。那其他像是不会乱丢垃圾啊，道路整洁这些，那本身呢就不用说的。那特别是说，人确实觉得说，像是开车，就是在超车的时候，超车过后呢，会举手跟对方致意这一点的，那这个一定是思维过的，就是你唯有想过之后，你才会有这个动作呢产生。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得出呢，他们是很守规矩，然后很有礼貌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们有这些好的这些公民的这种素质，或者说这些道德呢，或者说在现在他们安乐的这些行住坐卧呢，一定都是靠着前几代人的这个努力之后呢，那现代的人呢才能够享受这些的成果。那至于说他们前几代就是努力的这些人呢，那里面佛教徒呢，应该是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应该大部分呢都是像是基督教、天主教或是回教徒等等的。那后有他们的这些努力之后呢，那我们现代才能够获得就是有这种安乐的这种果实。所以在入行论里有讲到呢，就是所有世间乐皆有他力成。那这个他力呢，一定是说他人呢对我们的这一种。他们不会想到说他只为了自己，他们是想到为了整个环境后代呢都能够好，然后而做出的这些付出。所以我们现在能够享用到这种安乐呢，也都是靠着他人的帮助之后呢，我们才能够获得。在了解了这么多他人的恩德之后呢，那我们会想说，那学佛对我们这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那学佛对我们最大的这个利益呢，就是我们因为学佛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会去看他人的功德，而且看到他人的功德的时候呢，会直接认为呢这就是功德，而且呢随喜他们的功德，随喜他们的善行。所以学佛呢，最主要呢就是让我们了解到说，对于他人的功德呢，我们能够将功德视为是功德，而且呢随喜他人所造的功德，以及他人所造的这些善。所以从这些角度去思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能够获得他人的这些恩德，一切的这种功德或是恩德，或是我们得到他人的这种帮助，他人的这种利益呢，那帮助我们呢，给予我们好处，或于我们恩德的这些人呢，他跟我们不一定是同一个宗教，乃是呢，他跟我们不一定是同一个国家，或者说呢，他不一定呢会是我们认识的人，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去随喜以及呢赞叹他们的这些功德。那所以呢，我们的烦恼呢，就是最主要的一个障碍呢，就是它会让我们呢，对于说别人的功德呢，无法把它视为是功德。就是这个人呢，他有再好的功德呢，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因为烦恼的缘故，我没有把它视为是功德，反而呢，将他的功德呢视为是过失。那也因为这样子的烦恼的缘故呢，我们就会造下种种的恶业。那造了恶业之后呢，自然而然呢，就会感得各种的这种苦果。那所以，我们学佛之后呢，最主要呢，就是要知道呢，别人的功德呢是功德，而且把它看作呢是功德去学习它。因为以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生活能够体验的，像是无论是在欧洲或者说在台湾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呢都很便利，无论说像是吃的也好，或者说我们现在上课所用的网络也好。
那这些呢，都是依靠着他人呢，我们才能够享用这样便利的这种生活。所以这种便利的生活呢，也是他人的功德呢，所以我们才能够获得。所以对于他人所付出的这些恩德呢，我们是要去随喜的。而且佛法里面也说，随喜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知道说，随喜，我们随喜这个人的善呢，不表示说我们要皈依这个人。所以同样的呢，对于其他宗派、其他教派的这些宗教的这些善行，我们也是可以好好的去随喜。所以佛法教我们的呢，就是要去认明所有人的善行，所有人的功德。那这个是可以从我们日常生活来做思维的部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也可以思维说，为什么要对于其他的这些宗教，像是基督教或是回教呢？为什么我们要对他们升起恭敬以及尊重呢？那我们可以先从自己来思维，就是我这一生呢，我到底能够利益到多少的友情？我能够帮助多少的友情？我能够给予多少友情安乐？我能够去除多少友情的痛苦？那思维到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去思维说，像是以基督教来说的话呢，他们其实能够帮助就是地球上像是数十亿的这些友情，他们能够依着就是基督的教义呢，然后去利益到多少的友情，他们帮助很多贫困的友情呢，帮他们去除这些贫苦，然后对无法受教育的友情呢，能够让他们获得教育，然后乃至于说没有办法看病的友情呢，他们也去能够医治这些友情。而且付出的这些基督教徒呢，他们也同样从他们付出的这些行为里面呢，获得他们所得到的这些安乐。那同样的呢，像是回教徒呢也是一样。所以从这边去思维的时候呢，就可以知道说，其他的这些宗教呢，它也帮助了地球上就是几十亿的这些人口呢，让他们呢有一个内心呢能够获得安乐的一个方法，而且也帮助了这么多的友情呢，能够脱离这些无论是贫困、贫苦或是病苦这一些，或是无知的这些痛苦呢，也都可以依有他们的教义呢，然后去净除这些痛苦。那除了这些之外呢，那像是印度教徒呢也是一样。那这之前呢和大家分享过，就像是在夏天的时候要去达翁萨的这个山上路上呢，就是非常的热，那就会有这些印度人呢，他们在路上呢，他就会布施水啊，或者说水果，让过路的这些开车的这些司机啊，或者说路过的这些旅客呢，能够解除这种热苦。那或者说像是在印度的首都，就像德里呢，那德里在冬天的时候很冷，那在冬天很冷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些很发心的人呢，这些印度教徒，他们可能一大早呢起来，然后就布施给这些比较贫困的人呢，就是热的这些食物或者是衣服。那乃至于说之前所讲到，像是锡克教，就是印度他们头上有包一块布的那个锡克教，那锡克教他们的那个黄金庙呢，就是每天呢都供应好几千人的这个饮食，所以这些呢都是其他教派的这些功德，所以这些呢也不是真正的功德。所以如果呢我们把这些功德呢觉得说啊这些都是过失的时候，那就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愚痴的人嘛。那人家说，以他自己的经验来说呢，就是他说，并不是他很小时候，大概是15、20岁、20岁左右。那有一次呢，和他的老师，那他们就是一起从德里去刀沙。那时候他们是包了一台车子，那车上大概就是有4、5人，除了仁波切和他的老师之外呢，那还有另外一个小仁波切和他的侍者。那他们就一起呢，就是包车上刀沙了。那在他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是夏天，所以比较热。然后有些说那时候因为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非理作意、这种烦恼会现行，所以在路上呢就看到很多这种就是他们手上呢就是捧着水，或者说手上拿着水果呢，然后就是伸手拦车的这些人。那时候就是心里面因为这些烦恼的缘故呢，那第一个看到的念头呢，就是觉得说啊，这些人呢，就是要把我们车子拦下来，然后呢，叫我们强迫我们呢买他们的水，或是一定要我们呢买他们的这个水果。那一开始内心呢，就是升起这样子的想法，就是很自然而然，非理作业呢就先现起来。我开车那个司机呢，他都没有停，这样他看到这些拦路的啊，就是手上拿水啊、拿水果的这些拦路的人，他就是不停，他就是一直往上面冲这样。那后来呢，就是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
因为某些原因呢，就是车子不得不停下来。那停下来以后呢，那个在路上啊，就是拿着水啊，拿着水果的这一些人呢，才说，哎，这些东西是给你们吃的，就是不需要钱，就是知道你们上来很辛苦，那这个水啊，这个水果就是请你们吃这样。那这个水呢，就是因为怕这个白水呢就是没有味道，然后里面呢他们有些加一些果汁啊什么，就喝起来就是甜甜的这样。所以一听到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啊，刚刚自己的这种心呢，就是非礼作业，就觉得说他们呢一定是拦车呢，然后要强迫我们去买这些水，买这些水果，所以就可以了解到，其实往往呢，很多都是因为我们的内心的这种非礼作业的时候呢，然后就不会看到他们的这种善心以及善行，反而会觉得说他们是不是要对我们做什么事情？那这一切都是源自于非礼作业的烦恼。那所以我们往往呢都会执着说自己想的呢是正确的，都会有这种固执的这种想法，觉得我想的呢才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可能透有某一些原因呢，才会发现说啊，我刚想的这些原来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不要总是觉得说哦，我这样子想的才是正确的，我这样思维呢才是正确的，然后支持的这个固执的这个见解呢，但往往呢这个时候它不一定呢会是正确的。就是了解过后才会发现说，哦，其实他们呢是很好心的呢，想要布施给我们，但是我们总会有一种非礼作为，一开始就会认为说，哦，他们一定是有什么样的目的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属于非礼作意。那对于这些他们的这些生意口的这些行为呢，是如何产生的呢？他为什么会想要大热天的时候呢，就是布施这些水果呢？那也主要呢也是依着他们所学的这些教义以及宗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要对其他的这些宗教呢，就是升起恭敬以及尊重的心。所以呢，像我们就是比较年轻的这一辈呢，就是对于说，年纪比较长者的，比如我们年长的这一辈呢，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跟他们学习的。所以我们本身内心呢，就要保持一个对于说，老一辈呢所讲的这些教诫呢，我们是要学着去听闻，学着去学习，而不是呢一开始就总觉得说，哦，我想的呢一定是对的。这些年纪比我大的这些老人家呢，他们不一定是对的。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要先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有一种想要学习的心，然后去听受这些老一辈的教诫。那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讲的佛法的这个形式，就是说我们在修学佛法，我们在行佛法的这个行仪的时候，该如何的行，就是以这种方式呢来行持佛法。那就是呢，对于说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的所行呢，就是无害行。那无害行里面当然也包括就是随喜呢各个宗教。那无论说是无害行，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各个宗教呢？它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见解缘起见。因为呢，无害行呢，它是属于牲口的这种无害的这种行为，它是一个属性。那我们所要行持的背后呢，一定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依靠着缘起见。因为有这个缘起见呢，所以我们要去行无害行，所以我们要学习各个宗教。所以就是我们在讲述到佛法心要的时候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心要嘛，就有时候会讲到是四谛，然后有时候会讲到二谛，或者说提到是法印，乃至于说就是又区分为就是显密的这些教法，或者说我们在讲说就是积二谛，那道呢就是方便以及智慧。依根道果来收摄各个佛法，就是有很多这种收摄的方式，乃至说最后收摄到显密。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收摄最好的方式，就像刚所讲的，就是见解呢，就是缘起见；行为呢，就是无害行。因为呢，所谓的无害行呢，它就是我们牲口的这些行为。那所谓的牲口行为，就是不要去伤害有情嘛。那我们把这个无害行呢，如果你在更广泛的呢去做思维的话呢，那就是可以引出，就像是慈心、悲心、菩提心等等。所以这对于一个初修行者来说呢，它也是很好下手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呢，就是缘起见以及无害行呢，是我们学习佛法呢，它最主要能够收摄的一个心要。那无害行就是刚刚讲的行为，那缘起见呢，它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不要去施行，我们为什么要无害行呢？不要去伤害其他的有情呢？原因呢，就是因为缘起见。
那我们讲说无害行的时候呢，所谓的无害行，它一定是指说去伤害别人嘛，因为我们讲，我们一般不会伤害自己，我们一定都是去伤害别人，所以这个无害行讲的说不要去伤害别人。那为什么会去伤害别人呢？伤害别人的时候，一定是从我们的身去伤害，从我们的语去伤害，从我们的意去伤害。那我们伤害是从何而起的呢？一开始一定透由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心里面呢，因为有了烦恼之后，就是有了这个想要伤害他人的意乐之后呢，然后才会从我们的口中去伤害，或者说从我们身体的行为呢去伤害其他的这些友情。那为什么说我们会去伤害其他的友情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于缘起见呢不理解的缘故，所以我们才会去伤害其他的友情。因为如果我们了解到缘起见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光依靠我们自己一个人呢，我们是无法生活下去的。我们想要生活下去呢，就一定要关带着其他的友情。我们的苦乐呢，都是要依靠着其他友情呢，才有办法升起。那同样的呢，我的宗教呢，也是要关带着其他的宗教呢，才有办法就是生存下去。我的国家呢，也要关带其他的国家呢，才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一切的最主要的原因呢，都是因为缘起间的原因，因为我们彼此呢，都是要互相关带的。那我们呢，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对于自和他人的关系呢不了解，也就是不了解缘起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才会升起种种的烦恼。因为呢，其实我们从一早起来呢，乃至于说眼睛一打开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这些行为，或者说所有的一切之具呢，都需要关带着其他友情呢，我们才能够获得。不过呢，因为我们平常不去思维这一点，所以我们对于这一点，就是我和他的这个关系呢，我们是没有这种感觉。我并不会觉得说我好像要依靠着他人呢，我才能够生活下去。那因为呢，我没有办法建立起这种自他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好像什么事情都是我能够自己承办的。那由此呢，就升起了我慢。那有了我慢之后呢，自然而然就会去轻视别人、蔑视别人。那这个时候呢，对别人的功德，我们自然而然也不会把它视为是功德。对于其他的宗教的这种功德呢，我们自然而然也不会视为是功德。所以最主要呢，我们就是要先了解到他人的功德，而且知道他人的功德之后呢，要把这个功德呢视为是真正的功德。那这个要从何做起呢？第一点呢，就是要了解说自和他的这个关系，因为自他的关系都不了解的时候，你自然就不会见到他人的功德。这边呢，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就是所以我们当获得任何安乐，任何就是舒适的这种生活，或者说有任何好处的时候呢，那我们都要去思维到自己上师的这个恩德，然后感谢说这些都是上师呢赐予给我们的。那同样的呢，也要每日呢去思维到自己与他人的这个关系，然后想到自他呢都是彼此呢都是互相关待、互相有关联的。那这边呢，就是跟大家再分享一次，就是之前所讲到那个黄金庙，那就是黄金庙呢，人们就说他去过了2次。那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从小呢就听到说印度呢，就是锡克教他们有这个黄金庙呢，就是在长时间的呢，就是布施给这些所有想要去吃饭的人呢，反正到那边就是一定都有饭可以吃。那不过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只有去到这个黄金庙。那自己说他们真正就是布施的那个地方呢，并没有去。那第二次去的时候是前几年的时候，那就是专门呢为了去看说他们是如何布施呢而去的。那因为黄金庙就是它的顶呢，就是整个就是由黄金呢就是盖起来的。那时候锡克教他们那一个就是那个教派的那个导师呢，他在建盖这个黄金庙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有发愿到说，就是如果有一天呢，他盖这个黄金庙目的最主要就是为了布施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那如果有一天因为像是瘟疫的关系，或者说因为旱灾的缘故，就是不管任何原因呢，如果说我们布施的这个食物呢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时候呢，那就把我们黄金庙上面的这个黄金呢，就是卖掉，就是要持续去布施。那个时候，这个锡克教他们的这个导师呢，他就立下了这个愿，这样发了这个愿。然后从他发愿开始，一直到现在呢，就是无论说像是印度里面的锡克教徒也好，或是全球各地的锡克教徒也好呢，那
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施主，很多的功德主呢，就是他们会发愿说，哦，今天就是要供养的早餐呢，就是我来负责，或是午餐呢，我来负责。就是总之呢，他们布施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从开始到现在呢都没有间断，而且这个黄金是就如同这个之前呢，他们这个导师所说的一样，如果有一天呢，布施的行为因为外在的这些因素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话呢，那就是把黄金庙之上的这个黄金呢给卖掉，然后呢继续去寻布施的这个心意。那人们就说，他前几年呢，就是专门为了就是能够去布施呢，所以到了这个黄金庙，然后到了第二次去的时候，最主要就是为了布施而去的嘛。所以去了以后呢，就是布施，就是除了布施这个金钱之外呢，那也就是有一点像我们在那边做义工一样，就是去帮忙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我们就是之前说，因为他不会这些家事什么都不会，所以他就呢就是拿一个盘子呢，就是帮忙他们送盘子的意思。然后呢，那至于说看到很多人在那边就是帮忙剥葱啊，就是切菜等等，那这个人们说他就只能随喜而已，他没有办法一起下去做。那一天的那个中餐呢，也是在那边和他们一起吃。那不过因为说他们在布施的时候，印度人喜欢吃饼嘛，那因为每天要准备这么多份的这个几千份的这个饼，所以他们在为了这个饼跟饼呢会粘在一起，所以他们在饼跟饼之间他们都会涂奶油。那人们先说，对于他来说，那个奶油实在是太油了，一般来说他是没有办法吃下去的。但是那一天就是因为在那边和大家一起，然后也是随喜自己布施这个善行的，所以就和大家呢在那边一起用餐。那就是我们知道说呢，我们现在能够获得这些安乐呢，最主要都是因为我们过去呢所造的这些福德。那人们最主要是讲说，为什么去那边布施？因为我们知道说，布施呢，布施想受用嘛，就是我们布施之后，自然而然能够获得这些财富的这些受用。但是我们的这些受用呢，如果真的只要去思维的话呢，这些受用是从何而得的呢？是从我们过去世呢所造的这些福德而获得的。如果说呢，我们仅仅呢就是一直享用我们过去世的这些福报，然后想要过去福报的这些果实的时候呢，那总有一天呢，这个福呢，它会被我们耗尽的。就像银行里面存这个钱，如果说呢，这笔钱呢，我们不再想办法去增加，而是不断使用的话呢，那银行里面的钱呢，它一定是越来越少，最后呢，就会变成没有钱。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享用福报的福德的这个果实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办法呢，再继续的去累积资粮，不然当这些福报耗尽之后呢，我们就没有福可以享用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要累积我们的福德。那累积福德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只靠一个人的这个福德呢，要承办一件事情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以造共业的方式，因为共业呢，它才能够感得更大的这种福报。这也是为什么呢，要去其他的教派呢去布施，然后布施呢就能够和他们缔结一个因缘，就是大家能够一起造这个共业。那造了共业之后呢，大家一起吃饭，所以在受用的时候呢，也是一起。那这时候和这些友情的这个因缘呢，就能够建立起来。而且呢，我们在造共业的时候呢，也就能够造更大的这种福善之业。因为我们现在所感得的这些外在的受用呢，是没有办法靠一个人的福德呢，把这样子的好的东西呢给呈现出来，一定要靠众人的这种福德的这种共业呢，我们才能够获得这些圆满的受用。那也唯有透由共业呢，我们才能够心想事成。我们所要承办的这些好的事情呢，它才更容易呢完成。所以像是无论说是在印度也好，或者说人家他来台湾的时候也好呢，他去这些寺庙呢，他都会布施，就是希望说能够呢和这里的这些友情呢，能够造下更多的这种功业。因为我们只靠一个人的功德，或者说靠一个家庭的这个功德呢，想要承办一个很大的善业呢，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关待所有一切的宗教，乃至于说关待一切的友情。那我们透由这一种造共业的方式呢，我们才能够感得这种最大的这种福德，那福德也才能够真正的圆满。所以我们到任何地方去呢，那都要想办法呢，就是行善，然后累积这个福德的这个习气。那像是到
欧洲的时候呢，看到这些贫穷的这些友情的时候呢，那就会立刻的呢去布施。因为我的上司呢也是常常的教诫我呢，就是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在享福的时候呢，要避免呢就是福尽。因为当我们的福报耗尽之后呢，那如果都没有去累积的话呢，那福报很快呢就会耗尽了。就像是说，像出门的时候，人们就像说他要出门的时候呢，就是去住到这种好的旅馆，或者说住在这种很好的房子的时候呢，他内心呢，但我们除了要去思维到说，就是这些呢都是因为其他依靠着上师还有其他友情的恩德呢，我才能够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面。但是一方面呢，也要去想说，今天呢，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面呢，那我睡一晚起来之后呢，我过去是呢累积能够住这么好房子的这个福德呢，就因此呢而耗尽，因此而散尽。所以呢，我们除了在享福的时候呢，那边享福边享受这种安乐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一边呢好好的呢再去累积更多的福德。那人们现在说，像以他来说呢，他就是当了扎什伦布切的扎什伦布市的这个住持之后呢，那大概1年后呢，就是满1年之后，那仁波切就提议说，能够在扎什伦布市呢，就是举办一个佛法的这个研讨。那除了就是格鲁派的这些学者之外呢，那也邀请像是噶举派、萨迦派等各派的这些大德呢一起来参与。那为什么要举办这个研讨会呢？那仁波切心目中其实有几个目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希望说，因为这种佛法的交流呢，就是除了说能够让各派之间更和睦之外呢，那也可以透由其他教派的这些观点，噶举派及萨迦派他们对于经典的这种理解呢，然后透由他们对于这个经典的诠释，我们可能也因此呢而对他们的这些宗义呢，就是会升起这个信心以及敬心。那这个是办这个研讨会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人们切在这个研讨会的最后一天呢，因为人们切有支持，那他又把他说他这个目的呢，就是讲出来。那人们切就说，平常呢，就是以扎什穆斯出家人来说的话呢，他们每天呢就是从早就一起课诵、一起法会，然后一起辩经，所以一起造共业的时候呢，这个是不用讲，乃至一起辩论的时候呢，那就是大家都是在共同造共业的。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为了举办这个研讨会呢，所以呢，就是要准备这些帮其他教派的这些学者呢，就是要准备他们住的地方，或者说来的时候呢，安排交通等等。那在准备的时候呢，可能要花1个月的时间，那也会花很多的像是人力或是金钱等等。但是呢，这些呢，全部呢都可以变成一种共业，就是变成扎什伦布士呢和其他宗派之间呢，就是产生一个共业的这种连接。而且呢，当这些其他教派的这些噶举、宁玛、萨迦这些学者来的时候呢，那又可以让扎什穆斯的这些出家人呢去承事这些学者。那这个时候呢，就无论说是在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这种饮食居住的这种受用之上，那乃至于说在互相研讨佛法的时候呢，那在佛法上就是饮食还有佛法呢，就是大家都是共同的受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起造下了一个很强大的这一种共业，强大的这种善业。那这样子强大的善业呢，就种下一个很好的习气。那这样子习气呢，可能可以让来世呢，就是几代以后的这个扎什穆斯的出家人呢，他同样呢可以和这些其他教派的这些学者能够互相的交流，能够互相的讨论，乃至大家一起受用这些无论是饮食上的受用，或是佛法的受用呢，都能够一起。那这样子呢，这种福德呢，它就并不是说只有累积单一，只为扎什伦布是单一的这个福德，累积单一的这个福泽，而它是累积了各式各样，能够让扎什伦布是他能够承办更多的佛法事业的这个福德呢，可能就因为这一次的研讨会呢，就种下了这样一个深厚的习气。所以呢，每一个友情呢，都有每一个友情它各自不同的福德，各自不同的福报。那如果我们能够把每一个友情各自不同的福报呢，全部集合起来的时候呢，它就能够累积成很大的一个善业的这种果。
报。那这个善业的果报呢，它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不是只有一个有情的果报，它是各个不同有情的这种善果呢合起来之后，那所累积的无论是习气也好，或者说它所呈现的果报呢，都是不可思议的。那经典里面呢，有讲说我们要将福德呢合而为一。那对于福德合而为一的理解呢，就是我们先说他个人的理解呢，他并不认为说是我将今天早上我所获得的这个福德，或者说中午我所获得的这个福德，或是晚上我所行善的这些福德呢，把它合在一起。我们就会觉得他认为说，经典里面讲的福德合而为一，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说各个不同的有情。所有的友情呢，然后我们共同造一个欢喜的心，或者说我们共同以善心、慈心呢所累积的这种善业，把这些所有各个不同友情的这种善呢合在一起，这个才是所谓的福德合而为一。那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把上述所讲的这个呢，就是放在心上。那以后呢，大家无论去什么地方呢，那都可以就是看到这些贫穷的友情呢，那都可以去布施。那当然说我们布施并不一定说一次呢就要布施很多，那即使说我们布施1块钱、5块钱呢都是可以的。最主要的呢就是那一份心。所以希望说以后大家到各处去呢，都能够好好的布施。那人气也说，就是将来呢，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将来有机会的话呢，那可以就是我们一起到这个印度，就是锡克教的这个黄金庙呢，我们大家一起去造功业。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那人们就说要带着大家呢，就是一起去那边布施。那现在呢，人们就说他就是因为他自己见到了就是黄金庙他们的这个功德，所以他为我们宣说了这个其他教派的功德。那我们现在并没有现前的见到，我们只是透有人们借着讲说呢，而听闻到这些功德。那将来呢，就是带着大家呢，就是亲自呢去看这个，就是其他教派的这些功德。那同样的呢，像是回教徒呢，他们有很多就是他们很良善的这一种善行，就是各个教派呢其实都有。那这些就是我们呢都可以去观察其他教派呢他们的这些功德的地方。那所以上述所讲的这一些呢，就是我们每日可以去思维的，也就是我们每天呢能够去修行的这个部分，所以才会再的跟大家说呢，就是我们要谦虚，因为当我们谦虚的时候，我慢呢自然而然不会生气。那谦虚是如何产生的呢？谦虚就是当我们能够看到他人功德的时候，而且能够把他人的功德视为是功德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是谦虚。如果他人的功德呢摆在那边，但是我们就是看不到，然后别人怎么跟你解释你也看不到的时候呢，自然而然我们就不会谦虚，我慢呢就会升起来。所以上述讲的这些都是我们每日呢可以去好好做修行的。